家己的玩具团，逐年3月拢会办草草戏剧节，今年是已经第16年啊。今年以成人做16岁风俗做主题，号做“长青春”。台语台青春咱的梦，下暗7点半，就要带乡亲来看戏、行读、听导览，做伙感受家己的热情。 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内底人是叉，大人甲囡仔当咧欣赏表演，一场搁一场闹热的活动当咧园区进行。这场10天的活动有100多组表演团体来参与，比往年的规模搁较大。今年以南部民间16岁成人的风俗的概念，规划一系列长青春的主题。16岁长青春嘛，这是一个青春正好的年岁啦。 当咱伫台语啊，是讲拄着嘛，还是正当这个时阵，我感觉有真侪讨论的角度，会当互阮过来拓开。主办单位阮剧团今年专工邀请捌参加青少年剧场演出的少年人回来，用艺术传达对未来的想法。那些声音识别，调下让我更长大了一点。 今仔日真足欢喜有机会使伫大家面前，把我的故事讲出来。啊，虽然伊只有30分钟，啊，不过迄拢是阮每一个人足珍贵、足宝贵的宝物要送互大家。除了表演艺术中心的活动，今年草草艺术节嘛甲地方文化协会合作，以走图结合戏剧演出的形式，由大鸟街坊文化协会甲阮剧团的演员共同创作，甲闽乡的历史甲地景结合入去戏剧内底。 带领观众入捌家己这个所在。坐定之后呢，酒家女就会上去自我介绍。那如果是旧的客人，他们进来看到坐在这里的酒家女，他们就会自己挑自己想要找的客人，找的酒家女就直接上楼去了。这是因为有草草，我较有法度甲我们本身咧做的迄个小旅行，甲软剧团本身咧做的编剧，甲演出会使结合做伙。 长青春代表的毋但是青春的甜蜜，嘛是由过去的历史甲美梦组成的。嘛因为这款复杂的特性，互今年的活动更加丰富。也若准备当大人的草草戏剧节，希望未来会当甲更加侪人交流，请更加侪民众来认捌家己这个土地文化。记者陈雅顺、王一修综合报道。